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年总统府元旦的升旗典礼，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头摆取消予民众观礼，改定咧线顶直播。总统蔡英文也发表新年谈话，伊讲感谢国人过去一冬为防疫所做的打拼，也来面对开放有吃肉粽的猪肉进口，伊表示用谦卑的心情，希望国人会当体谅这项规定，也若寄望讲未来若准讲疫情控制了后，两岸会当恢复正常交流。今年总统府头前的元旦升旗典礼受疫情影响，第一遍取消民众观礼，改做线上直播。总统蔡英文甲台北市长郭文铁拢有参加，不过两个人之间无互动。升旗典礼以2021台湾有你做主题，国军基层代表领唱国歌。美国总统发表新年谈话，感谢大家和台湾伫咧过去一年做到全世界所希望的日常生活。面对美猪美牛开放进口引发的纷扰，蔡总统表示，应上谦卑的心情，请国人体谅。这个历经3任政府的难题，已经没有回避不处理的空间。因此，我要用最谦卑的心情，请所有的国人同胞体谅，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再三斟酌后的决定。美国内都进口在野党强烈反弹，开放前 AIT 伫咧 FB 重申对美国的食品安全真有信心，也强调希望莫阁有政治化言论。对两岸关系，蔡总统也重申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我要再次重申，面对两岸关系，我们不会冒进，也会坚守原则。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我们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随议案发书面回应，讲台湾当局领导人新年谈话内面涉及两岸关系内容，再一遍看出民进党当局台独的本性。伊重申，只有等到9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才会当改善，无别条路。所以，由军事媒记录到，中共军机早起11点5出现伫咱西南空域，关到2500公尺。咱空军战机几落配置伫咧空中境界放送驱赶，同时伫西南空域周边由美国海军 P-8A 巡逻机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昨台湾正式开放有吃肉粽的美国猪肉入来，6都的市长包括郭文铁、侯友宜和卢秀燕，拢去大卖场和大头视察，看讲这肉品的原产地是毋是有标示好清楚。不过，行政院宣布，有一寡县市的食安自治条例内底有禁止验出吃肉粽的这项条文违反宪法，和中央无共调。郭文铁是强烈批评讲，执政党未输太上皇，也那侯友宜是支持议会提出实现。含内这美的初一开放进口，台北市以食安自治条例辅导连锁超商超市大卖场，这无含莱克多巴胺专区。元旦一早，台北市长郭文铁就去卖场买台湾猪肉。中央政府相当蛮横不讲理哦，就这样强行通过一些法令的时候，我们怎么让尽我们的能力去保持人民可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北市府指出，目前通路上无设专区未发，不过表示无实在相关研发400万。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棒球车站视察，无来美食示范专区，店家爱表示猪肉原产地无含来这些资讯。统一把来猪或不来猪标示清楚，像我们今天的业者，按照我们的食安原有的自治条例，把它标示出来，这是我地方政府该尽的责任。韩国行政院前一天宣布，部分县市自治条例中的内这零检测条文违宪，甲中央法规违背。郭文铁批评执政党亲像太上皇。侯友宜表示支持新北市议会提出撤宪。台中市长罗秀燕讲，台中市未放水。这是市民所希望的一个守护食安的条例。那过去3年执行的绩效很好，那么也因此呢，中央要放水，我们不会放水。
公务员执行违宪的自治条例，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表示，公务员会上听届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回应，罗秉成是希望地方政府唔通为难公务员，行政院未主动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对开放有食肉粽的猪肉入来这件代志，哪力执政的官司态度无同。像国民党执政的新德官，就讲要甲议会参详，打算要提出大法官解说；也那民进党执政的新德市，是决定要对中央行，要求带头就爱甲这肉品的产地拢标示好明。来菜市买菜的民众，只要行到猪肉摊头前，拢会挑工去注意，敢有合格标章。摊贩嘛拢会主动摆出各式各样的证明，希望消费者会当放心买。检验，我觉得每一个小吃摊可能都会有困难吧。那但是尽量还是看他如果有一些证明的话，基本上你只能去相信。来买都会问什么？问说你这个猪是不是美国来的？我说哪有可能的？每一头猪它都有一个身份证，因为它在拍卖，像这头猪是在新竹拍卖场拍卖的，它有拍卖的序号。新德市长林志坚一透早买来个市场关心，而且宣导安怎才会使买到安全的猪肉，搁在现场直接食猪肉制品。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为市民食安来把关。那我们做3项工作来做食安的把关包括了这个产地的标示，加强溯源的管理，加强这个稽查的工作新德市这边是配合中央政策，不过另外一边新德县是准备甲议会提出释宪，同款是伫咧大新德生活圈，面对中央政策，说是完全无共调。记者刘君豪新德报道。今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先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报纸，先来看联合报。全世界伫咧抵挡 COVID-19 的疫情已经冬外，咱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有则讲，未来这病毒可能会真做是流感的形态，新发明的有风险，嘛无一定有法度甲疫情压落来。不过只要有抗病毒的药啊，而且知影安怎防范，就算讲去话着，也有法度治疗好势。再来看《中国时报》。有不少人因为想买外国的米啊，就会请一个国外朋友买，再搁把这货寄转来台湾，卖互人赚一抢。不过关务署讲，未来针对进口人利用人头或者是恶意拆单遭法律的滥判无纳税金，未来建议要来修法处分。再来看《自由时报》。关系北海底活动的动态，根据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的委托团队所做的资料显示，去年109年，计共发现18吨32只的北海底的动态，因主要是出现伫咧水底30公尺深，离海部未超过6公里的所在，整体数量是比108年也搁较减。不过，欣喜的是，这北海底真正有科翻头的能力，只要有渔船驶经过，因就有法度家己收走。再来关心疫情，昨咱国内新增加3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其中有2个是印尼的渔工，拢无出现症头；另外1个是长期住伫咧美国的台湾人。也那进前有1个对台湾未去上海的病例，指挥中心表示，这个台湾人就是10月底确诊的第552例，伊已经伫咧11月底治疗，体内敢若阁有一寡微量的病毒，不过未活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一公布新增加3个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其中暗号801、802。这2个人拢是印尼籍20多岁男性的渔工，去年12月17来台湾做工课，就回联机进前拢有赴3天来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伫咧集中检疫所拢无症状。12月30检疫期满进前，佮采检了后才确诊。因为检疫期间无甲别人接触，所以无扩类接触者。另外，第803例是台湾籍20多岁男性，长期住伫美国，去年12月26回国，入境了后伫咧因兜居家检疫。29开始发烧，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了后确诊。他因为没有在居家检疫期间有接触其他的病患，不需要匡列接触者。近日传出一个为台湾去到上海新冠肺炎的病例，指挥中心调查发现讲，都是10月底捌确诊的个案，暗号第552。这个个案是台湾籍30多岁男性，
2019年12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去年10月中开始扫，家己食药了后症状有改善。12月25返来台湾，伫机场采检是阴性。12月26出现扫等等的症状，集中检疫所安排去互医生看了后确诊。不过，这个个案伫去年11月19治疗了后，有达到2届采检阴性的标准了后出院。顶一日去上海，12月30经过上海卫生单位检验了后，搁一届确诊。指挥中心表示，这个环口的个案病毒是弱阳性，并无传染力，所以应该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复阳的个案，病毒排出的这个可能长达可以到80多天甚至100多天的这个期间呢，阴阴阳阳反复在进，这个想大家都看过很多哈。因为台湾已经有2例英国变种病毒的个案，指挥中心公布，为12月13饭店开始，为英国入境，也有过去14天有英国旅游史的人，拢要去集中检疫所检疫，差不多有200个人。符合这个条件检疫期满的有124个人，阴性的呢是106人，采检完但是还在检验中的有5人，已采检的111人哈。下年暗会期间，全台湾各地拢发现有当地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出现，不过拢去天网掌着，人数超过30个。目前地方政府已经依法来裁罚。指挥中心表示，天网是一种电子围篱的概念，不是高考手机啊尔。也若较有路的部分，伊是无愿意加讲。呼吁隔离甲检疫的民众，唔通无咧信道来违法。嘛强调讲，过来申请休困会有大量的人阵，可能会搁启动天网，避免搁有当地的自主健康管理的人乌白拍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这边，中国是赶伫咧2020的最后一天，宣布新一种头一种这种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有风险正式就绪，未来会3倍数互民众来做。那北京的官员也将9个重点注射的族群拢定出来。中国的防疫专家刘文宏伊是真乐观，伊讲若准讲这注射的情形拢顺势，今年的后半年这疫情就会顿好。2020年，新冠疫情伫全球在滚价，中国赶伫2020的上尾一天，宣布头一个新冠疫苗正式上市，会免费提供予全国的民众来做。北京的官员提出9种重点爱做疫苗的人，希望伫申请进前会当赶紧予民众来做。2021年春节前，对涉及进口冷链物品的口岸、一线、海关检验检疫人员，共9类重点人群。以及其他应急保障人员，年龄应在18岁至59岁人群中开展紧急接种。中国防疫专家张文宏发表一篇文章，以黑暗的暗暝总算天要塌下为主题。伊认为讲，一切若是有顺利，伫2021年下半年疫情就会转好。抑个按算中国推动疫苗，速落来会比国际还佫较紧。就亲像伊之前伫一场论坛捌讲到的，提关注疫苗的比例，对全球的防疫是真要紧的。明年的下半年，大家看看也差不多了，疫苗的安全性数据啦、疗效数据也都很清楚了。到时候管你接种哪一种疫苗，你如果疫苗不接种，你跟世界之间会有免疫的落差。中国的疫情要小未退，2020年12月31日，新增加19例确诊，有9例是本土病例，首都北京占5例，大部分是住伫顺义区，包括一个18岁的学生。近14天，我市累计报告24例本地确诊病例，经市疾控中心评估，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自2021年1月1日起，将顺义区南彩镇、南彩村调整为中风险地区。目前伫北京内底，防列做中风险地区的有6个所在，其中5个所在是伫顺义区。也若北京市是提高警觉，所来会对老人甲幼囡仔等等优先提供核酸检测，若有必要会直接去因兜家做采检，预防疫情随时搁反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澳洲，澳洲进前就决议讲，对2021年元旦开始，每家国歌歌词内底有一句叫“因为阮少年而且自由”，改做讲“因为阮是一体而且自由”，来表示对当地原住民的尊重。这是2020年1月2日伫雪梨港举办的澳洲国庆日晚会，这日子起源在1788年同一天，英国正式宣告甲澳大利亚纳做殖民地。澳洲的人唱100多年的英国的国歌，然后在1984年才改做即阵大家熟悉的版本。
就是这句“阮少年离自由”，多年来引起当地原住民所不满。原住民认为，因在澳洲待了几啊千年以上，离国歌国事强调少年，表示敢重视白人移民以后历史，对原住民族真无尊重。在当地首长带动之下，修改国歌的歌词，真侪主流的民意，最终得到澳洲各族群、各政党的同意。Well, Happy New Year, Australia, for we are one and free. We live in a timeless land of ancient First Nations peoples, and we draw together the stories of more than 300 national ancestries and language groups. 澳洲总理莫里森指出，将少年的自由改做团结的自由，袂互澳洲有任何损失，反倒等下得到更加多，对着国歌代表性修改一字。原住民族团体多数表示赞成，认为是迈向团结和谐的重要一步。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过来看高雄，前几天在高雄寿山动物园，有一个咧摒扫的员工要食蚌，结果这蚌一摕出来，就去互20外只的高山仔手食，伊的倒手是去互了家大空细里，即马这个员工就搁爱复健。工作人员摕到装有彩色单的枪，射向树林，要赶走这台湾米狗。高雄寿山动物园内底4个人看到这狗仔。进前就传出有摒扫人，伫咧摒扫进前先食蚌，却是互20外只狗仔，甲围起来抢食伊的物件，手盘了甲肉拢掀开，今日登去治疗了也复健。那它伤到的部分大概是左手的手掌背，那这边其实是影响到它可能手指的一些活动的灵活。那它目前其实是有手术成功，那所以其实它是在复健当中。为了避免游客互狗仔抢食惊到，寿山动物园随时公布，提醒游客爱将物件收好，食物件所在有保全来巡逻，避免狗仔挖滚。本来就不可以，就是喂食啊，那你食物本来就不能出现。从刚进来开始就看到一堆红字四处乱窜，很恐怖，尽量不带食物进来。知影这狗仔真歹，游客直接拢无早食物件。李副官互狗仔抢甲真有经验的店头，店内随时拢有看到滚仔这物件，方便来吓惊这抢食狗仔。蹲下拿石头，它就会跑，食物就让它抢，就不给它争了。狗仔抢食造成游客甲工作人员的困扰，不过这却是狗仔真久以来，互人类饲者所留下的恶果。寿山动物园讲，米狗无主动的攻击性，大部分是为食物而来，提醒民众莫主动来接近，莫去人伊饲伊，保持距离，才有法度和平来共存。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中正大学为着要互来遮读册的学生囡仔对民雄有更加深的了解，就专工开一节叫做民雄学的课，请学生囡仔以在地人会做，请因做老师，也要记录当地故事，也佮有因所关心的议题。大学生利用假日到社区内底采访，了解地方的产业甲历史。经过一学期发表调查结果，有人设计杂志，嘛有人会晓用竹仔来制作衣的功夫。在这堂课当中，我们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可以跟地方做一个我认识这个地方做连结。咱住伫遮无一定知影所有的代志，爱逐咱画出来，互咱了解，佮逐咱宣传出去，广告咱的地方。伫咧嘉义民雄的中正大学。为要诱进伫遮上课的学生甲在地乡民的关系，特别开办一门民雄学的课程，互学生家己来找主题，请乡民做因的老师。其实我家己在地民雄人，毋过我对民雄无遐了解，等到因外地来，佫比我较了解民雄。因即马因学人伊有遮伊会怎传出去啊？上课的学生表示，要采访青云人，一开始拢足惊歹势。但是过程一直到最后的结果，颠倒互因经过入捌民雄，改变过去了准民雄，敢若只有往来甲乌肉的印象。在过程当中，一个方面是认识更多的人，认识更多文化，然后其实也会破除他们对乡村的刻板印象。那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乡民其实是卧虎藏龙，他们有不同的记忆，有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视野，所以对于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成长，或是对于台湾的认识是很有帮助的。协助学生的乡民指出，过去有时阵会认为大学生影响到庄内的生活。但是透过民雄学的课程接受了后，嘛改变因对学生的看法。未来嘛希望注重学生的想法甲创意，互一寡传统产业带来改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下晡报天气变化啥款？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
伫咧北部温度上低11度，上悬19度；中部温度上低9度，上悬22度；南部12度到23度，东部13度到21度。金门平马祖7度到16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